欢迎收听6月27号的迦南之声，我是四千牧师，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分享哥林多前书8章1到13节。哥林多前书8章1到13节，在今天的经文呢，一开始说到保罗呢要来回应吃这个祭过偶像食物的问题。他一开始就讲到他说呢，我们以为我们都有这方面的知识，其实有这个知识呢，只能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才能够造就人。在这里保罗一开始就讲，那自以为知道一些什么的，实际上还不知道他所该知道的。可是呢，那爱上帝的人是上帝所认识的。所以关于吃祭过偶像的食物这个问题，我们会知道一件事，偶像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我们也知道上帝只有一位。别忘了这段经文是保罗在回应哥林多教会当时社会背景所回应的内容。所以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呢，在这个社群团体里面，许多的人他们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他们都会一起揪团去献祭。那献祭完之后，会在那个地方一起分享那个祭肉。而在这个议题上面呢，有一些有知识的哥林多教会信徒，他们知道这些偶像并不是实存的，只有一位上帝，他是天父，他是万物的创造者，我们是为他而活的，而且我们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借着他而造，我们也借着他生存。保罗知道他们有这样的知识，不过呢，他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知识有一些人他们一向习惯拜偶像，他们是后来才信主的，所以到今天呢，当他们去吃到这些祭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好像还是在过去那个敬拜偶像的这个流程里面，他们的良心原来就软弱，指的是说他们对这样的一个感受上或者是记忆里面，仍然觉得这个是拜偶像的行为，归类在这里面，更可能会觉得吃了这样的食物，觉得自己受到污染了。他说呢，其实食物并不能改善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不吃没有什么损失，我们吃了也没有什么收获，但是要小心不要因你们运用个人的自由而使信心软弱的人犯罪。假如有人在这件事良心软弱，看见你这些知识丰富的人在偶像的庙里吃喝，这不等于鼓励他去吃那祭偶像的食物吗？这里在讲的是说呢，这些觉得对我们信上帝他是唯一的天父我们信主耶稣他是我们唯一的主，所以这些人他们很放心的，因为这些偶像他们没有办法赢过神嘛，所以他们还是很放心的就去了这些宗教仪式里面，跟他们一起吃喝祭肉。但是因为他们对这样的信仰有这样的认识跟这样的解读，但是呢，有一些人他可能过去是拜偶像的背景，有一些人他可能在这个吃喝祭肉祭物的这件事上面，他仍然觉得要有所分别，所以他告诉了这些人，就是这些会去吃这些食物的人说，你们不要去邀请那些人来一起吃，强迫他们没有那样的一个信心跟没有那样的认识，你们也不要这样去吃喝给他们看，告诉他们说好像这些事都可以做保罗再次的提醒，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或许有的人就看到基督徒也可以这样做，那我们都这样做好了所以没有关系嘛。但是他不明白这些基督徒们为什么用什么样的一个诠释跟想法去做这样的事的时候，那些不了解的人不认识的人或许就因为这样跌倒了。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所以要吃到拜拜过后的东西的机会比较少。但是有一次呢，我记得我吃到就是旺旺仙贝，我们在一个公开的场合，然后长辈就拿了饼干发给每个小朋友，我是其中一个。
然后我们都知道那旺旺仙贝是一小包，然后里面有2片。我吃完第1片的时候觉得很开心，结果我旁边的那个亲戚就说，他跟我差不多大，他说你怎么可以吃拜拜过后的东西？其实我当下的感觉就是觉得完了，我好像被玷污了。一方面觉得我知道不能吃拜拜过后的东西，但是我吃了，然后吃了该怎么办呢？就好像今天的经文里面就讲到，觉得自己就是好像被污染了。保罗就提醒这些在这件事上感受自由的人，提醒他们说，虽然你们认识神，你们知道这是自由的，我在长大之后也知道说，其实吃喝这个并不是好像就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当我们有这样信仰认识的时候，更要去顾及那在信仰上是软弱的，那在信仰上知识还没有那么丰富的，更是要去顾及，甚至是去教导，甚至去扶持。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就说到啊，这个软弱的信徒，也就是基督为他死的人，将因为你的知识而灭亡。可能我们有对基督有比较丰富的知识，我们就要成为那个运用自由去顾及别人的人，要有同样的责任。而如果我们是这些在信仰知识上比较不足的人，我们也不要太快去论断，或者去直接分别说这就是怎么样，这就是怎么样，因为实际上我们对那背后的境况也并不是完全的了解。但是若我们是在信仰中有知识的弟兄姐妹，我们更是要运用我们的自由来成为祝福，因为我们是一个信仰群体，我们对彼此有责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让我们得着释放。主啊，你告诉我们，食物并不能够改善我们与你的关系，不吃没有什么样的损失，吃了也没有什么收获。但是我们要小心自己的生命不会因为我们运用个人的自由而使信心软弱的人犯罪。主啊，你要赏赐我们的是通往自由的路，而不是犯罪的路。主啊，这自由的路是更多认识主你的真理，但我们也要求主你让我们有从你来的爱心、信心跟耐心，帮助人活出真理。主，谢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透过今天的经文释放我们在过去不知情的情况下，或是不了解不明白的情况下，吃了这些祭物之后所带来的这些罪恶感。主啊，你将我们从这当中释放出去，但主你也让我们有自由意志来选择我们当吃不当吃，因为不管是吃喝什么，主，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见证主你的名，让人得着生命的益处。主，谢谢你保守我们以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